歡迎大家出席信義會社會服務50週年感恩崇拜。主上帝帶領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走過50年嘅歷程。呢啲年嚟，我哋以基督嘅信仰為根基，提供專業同埋切合需要嘅社會服務，將關懷轉化為具體嘅行動。因為上帝係我哋嘅靠山，上帝與我哋同在，我哋係完成上帝俾我哋嘅差事。感謝上帝嘅帶領啦，讓我哋成為服務對象嘅同行嘅夥伴。因為咧，每一個服務對象咧，都係等待緊即係被愛啦，同埋被回應嘅。我哋以下咧有一個立志同埋獻心嘅時間。50週年係一段一齊去回顧恩典、持守初心同埋展望未來嘅旅程。新嘅標誌咧係多個心形咧匯聚而成嘅，形成一朵綻放嘅十字花。